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草屯的粪扫掩埋场，顶个月20号导火烧3天，这个火才来拍花，嘛互5-6万吨的粪扫无位通藏的难题铺就台面。南投县政府为着要解决掉这个粪扫山家己导火烧的危机，已经找到其他的抗地啊，要来压缩处理这个粪扫。水利署嘛要补助3亿，协助县府把这个粪扫分类再到北县市来收掉。讲差不多都要2年的时间，才有法度把这座的粪扫山处理好势。11月20日，南投草屯的粪扫山导火烧起来，火毋若烧甲真严，佮呛白烟，造成空气污染。住伫咧附近的乡民拢闻得到臭味。啊，这场火嘛用3天的时间才甲拍花。火拍花，毋过粪扫山还佫伫咧，就惊伊会佫烧起来。环保署开钱买1台250万的连压相机器，24点钟做监控。粪扫若是要倒起来，得发警示，泉水降温，明年初地当开始用。另外，县府嘛找新的抗地啊，准备要甲粪扫刷走。打包起来，它也不会燃烧，它也不会恶臭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举两得。不过刷这座粪扫山爱开真侪钱，县府请中央斗3工，水利署同意出3亿给因帮忙。3亿，事实上是包含设备费、人事费跟清运费，那预计2年可以完成。南投即马就一座焚化炉起到一半，原因是民国93年的时阵，中央发动起来，感觉南投无需要焚化炉，佮因为安尼省10亿。是民国过16年啊，本来斗3工烧粪扫的县市，家己就拢烧袂完，嘛开始出现粪扫收集问题。县府嘛爱想办法，甲草屯粪扫场改起做日龄中心，互南投未来会当家己处理粪扫的问题。